我们先看看这个巴以战争，应该叫第6次巴以战争。慢慢会不会这个升级为中东战争不好说。但是这个背后啊，我们还是学会思考问题。我们思考几个问题，就是当前国际形势谁的压力最大？他该如何缓解自己的压力？你不要看一些小动作，包括哈马斯啊、什么塔利班啊，你不要看这玩意儿，他们最多叫一条狗。狗的行动由组织来决定，你不要对狗的行为分析狗的行为。你比如狗咬不咬人，狗咬谁，它取决于组织让它干什么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思考，你不要对狗就狗进行分析。我们再回过来说，谁的压力最大，他该如何缓解他自己的压力，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你们一定知道《孙子兵法》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，叫围魏救赵。所以他这么干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谁的压力顿然减少了很多，直接的压力减少了很多，潜在的压力减少了很多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思考。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，巴勒斯坦的那个军事组织叫哈马斯，哈马斯的大哥是谁？他表面上和谁最好？他私下的和谁最好？这些我们都要知道。在江湖上有很多套路，我们都要知道，是有些事儿只能说不能做，有些事儿只能做不能说。你比如哈马斯说，他背后就是得到了这个伊朗的支持，但还有谁我不说，他自己承认了，我不知道你们留意这句话没有。所以他背后有大哥，还有二哥，他把二哥说出来，大哥是谁我不说。然后还有几个现象你们应该知道，那个老普想当年离开了北京，爆发了俄乌战争，叙利亚的总统离开了哪儿，又爆发了什么战争，这些东西你们多少有点记忆，你们都懂了。所以这场战争之后，你会发现谁最开心，谁的压力顿时缓解了很多，而且谁会希望这个火药桶更大还是更小？为什么？然后在他们逻辑中还会希望是不是再发生另外一场战争？如果发生另外一场战争，会发生在哪个地方？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发生战争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你们想一下，一定知道。你不管什么，那肯定是太多人希望南北平壤干起来，然后有太多的人火中取栗趁火打劫，这些你们都懂的。你们不相信，思考一句话就知道了。911之后，谁的压力顿然减少，重新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？如果南北平壤干起来，是不是顺便把阿里山姑娘给弄回来？所以这些东西你们都懂的。我们一定要看问题背后的问题，不要就问题谈问题。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要知道，背后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再谈以色列。以色列背后你会发现，自从俄乌战争之后以色列一直保持中立。以色列是最复杂的一个地儿。你比如以前老美干这个伊拉克的时候，以色列挨了好几个导弹，萨达姆给他弄好几个导弹，老美要求他你淡定，别说话。因为以色列在太多的冲突中他不敢表态。第一，他情况复杂；第二个呢，他即便是保持中立、保持沉默，也少不了麻烦。你们知道江湖上有一句话，沉默中立就是纵容犯罪，沉默和中立、老实和本分就是邪恶。所以乌克兰一直希望以色列支持，以色列表示沉默。为什么呢？以色列大家知道，他那个犹太人1/5的人是从俄罗斯来的，所以他内部的议会里边是个政党的纷争，狗咬狗也很多。所以你们知道，任何一个组织它不是铁板一块。你比如你骂老美的共和党，你随便骂，民主党很开心；你即便在骂共和党，共和党也很开心，因为它里边又分很多派。而且这个以色列5月份可能还是访问过俄罗斯，就是你知道以色列背后这种绥靖政策脚踩2条船左右平衡也会让他内部进行反思。不管怎么着，就是他所谓的中立派应该会在那个议会里边会实施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用说了，以色列这次暴露了他严重的不足、严重的失误。摩萨德所谓的情报机构在全球出名，这是显得非常被动、非常窝囊。你想想，5000枚火箭弹，他一点准备没有；他劫持了这么多人质，他一点准备没有。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你看，有一个同学又说我偏向谁，不偏向谁。各位，我们所有的思考问题一个基本逻辑，你放弃立场之争，你用是非来判断。我们这片土地上驯化我们基本上没有是非，也不分对错，也不分真假，就是屁大的事儿，不管多大的事儿，一定是站着立场。所以立场就是忠君爱国嘛，所谓立场凡是听领导的嘛。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立场之分。因为立场最简单嘛，用情绪判断最简单嘛。你站在敌人那一方，你就是坏人；你同情敌人，你就是坏人。这是一种误脑的、不思考的表现，简称叫乌合之众。所以我们一定凡是所有的事先用是非来判断，
不要搞得好像自己站的立场站对了，自己是好人似的。做一个奴才，你怎么站还是奴才，主子不会把你当主人看的。就像我批评主人2句话，狗不愿意了，没有用。你再怎么不愿意，主人还会拿你当狗，不会拿你当家人看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事要把它看明白。不管怎么着，以色列这次显得很被动、很窝囊嘛。至于后来他怎么收拾自己、自我反省，那是自己的事儿。那不管怎么着，他会产生强烈的报复。而且以色列的实力又非常强大，他完全有自卫能力，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助，这些你们都懂的。然后我们再看哈马斯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火箭弹？谁给他的？这个事儿将来之后他一定会不愿意的。而且哈马斯是伊朗干的，但是伊朗你知道他也是出现在前台的小狗，伊朗背后是谁？然后将来之后他怎么收拾他？目前不清楚。但不管怎么着，这是哈马斯应该会被彻底灭亡。巴勒斯坦会遭到什么个结局不知道，你肯定哈马斯肯定会彻底被灭亡。然后整个世界会反省，这个背后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如何终极的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。我推测，也会在反思。但是不管怎么着，不会影响大的世界格局的走势。大的世界格局的走势，应该这个事很快会平息。平息完之后会重新反省，肯定会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，把俄罗斯给收拾了。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。然后肢解北极熊。一定是这个逻辑，你们分析就好了。像当年希特勒极其猖狂的时候，西方人为了防止德国再次流氓，他就把他给肢解了，你们懂的。然后因为他发动了1战2战嘛，他说这玩意儿是个魔鬼，你怎么把它变小，给他肢解了？你要知道近代的几十年世界的乱子几乎都和北极熊有关系，那他们肯定会非怎么办？你把它给肢解了就好了，一定是这样的逻辑。好了，我们大概就说这些，我们不管怎么着，你们就明白这么回事。但是背后，我们那个在思考，我就不方便多说。